创世纪第4章，该阮甲亚伯。迄个人甲伊的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该阮，讲我对上主的帮赞得到即个后生。后来夏娃阁生该阮的小弟亚伯。亚伯是过洋的，该阮是做实的。过一段时间，该阮摕一寡土地的出产献予上主。亚伯嘛将羊群中头上生阁肥的羊献予上主。上主喜爱亚伯甲伊的礼物，毋过无介意该阮甲伊的礼物，该阮就真受气，变面。上主对该阮讲：“你是伫受气什么？你是安怎变面？你若行为正直，兼毋是为得到接纳，若无坐伫门口长等你，伊要控制你，你着甲伊制服。”该阮对伊的小弟亚伯讲：“咱来去野地。”伫野地的时，该阮攻击伊的小弟，甲伊杀死。上主对该阮讲：“你的小弟亚伯伫倒位？”伊讲：“我毋知，我兼是伫固守我的小弟的人。”上主讲：“你哪会做即款代志？恁小弟的血对多年对我哀叫。你杀死恁小弟，地开喙接受伊的血，胆你要对土地受咒诅。你正做袂当得到收成，你要伫地上流离失所。”该阮对上主讲：“我的刑罚伤重，我担当袂起。你今仔日赶我离开即个地，袂当阁见你的面。我四界漂流，拄着我的，会甲我杀死。”上主对伊讲：“既然安尼，杀死该阮的，会受7倍的报应。”上主就甲该阮做一个记号，才免拄着伊的人甲伊杀死。该阮就离开上主，去住伫伊甸的东边罗得的地区。该阮的后代，该阮甲伊的某同房，伊的某怀孕生以诺。后来该阮起一座城，用伊的囝的名，甲迄座城号名叫做以诺。以诺生以纳，以纳生米户雅利，米户雅利生马土撒利，马土撒利生拉灭，拉灭娶2个某，一个叫做阿代，一个叫做西拉。阿代生雅拔，是游牧民族的祖先。伊的小弟游拔是弹琴分箫的人的祖先。西拉生土巴该阮，是制造铜、铁、逐款器具的人的祖先。土巴该阮的小妹是拿玛。拉灭对2个某讲：“阿代甲西拉，听我讲。”拉灭的某着细耳听，人伤我，我要杀伊；少年人害我，我要互伊死。杀该阮的报应若是7倍，杀死拉灭的报应一定77倍。赛德甲以纳斯，亚当阁甲伊的某同房，伊的某生囝，甲伊号名叫做赛德，因为伊讲：“上帝阁赐我一个囝，来代替互该阮杀死的亚伯。”赛德后来嘛生囝，甲伊号名叫做以纳斯。迄时
人才开始求叫上主的名。